咱妹妹啊，你来睇这个特档课，你这款妹是干面种噶，你个加高看噶，我叫跟可能同下里头咯，一个质量里头咯，传好噶呀，里头安尼蒙底啊吼，做在柔嫩噶呀，你来甲脑家遐支口刀吼，那轻轻噶这啥，你这条青泥我甲大杯青泥噶，再甲来称啊吼，袂较过劲，你也袂较过灵，那拄定来称非常加舒服，你里头一个天干啊吼，传好噶呀，我每过来可能同下，里头来杯个天干做在好噶里头咯。来，多謝哈！來，我甲咱包庇包啊，做在煮噶吼，你里頭一直做定線里頭咯，碰到呢做在短點噶呀，後半也是這衫吼，白白嘅這衫噶，再加落一間奶夠位啊！咱妹妹啊，里頭就靠稱落去舊隻耳里頭咯，來稱咯，甲推輕做在好台噶吼，再加裝家啲咩衫做好台咯，你甲。做柔嫩噶呀，这个成了苦啊，这你吼讲袂到的噶。例如来成了虾棍，你看拿个口刀那轻轻，吼，你落下来这个呀吼，这种去口杯个无啊，直掉上街，伫脑白正汤圆，这帮吼生两子，老葱小两，直掉这三，正刚从59啊到定，你加装也正69啊到定，整食是过片，你订90斤、965斤、500，你迄段我有3只食，随能去爽到，你另来睇啲好就该买条去称。这个直了来称到5记地啊，4个拿呀咯，床袋点噶吼，整食是袂满呢，爱甲买点一去无。